根據最新 Mood of the Nation 調查，受訪者對於澳洲未來嘅經濟前景抱有較悲觀嘅睇法。究竟今日澳洲人最擔心嘅係乜嘢呢？我哋用3分鐘同大家一齊睇下最新嘅情況。大家好，歡迎嚟到人在冰室。如果大家最近覺得去超市、交電費、供樓、交租，樣樣都好似越嚟越貴，其實你並不孤單。根據市場研究公司 SEC Newgate 最新公布嘅 Mood of the Nation 全國民意調查，今次總共訪問咗1975名澳洲成年人。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澳洲未來嘅信心已經係跌到一個較低嘅水平。調查發現，接近一半嘅受訪者認為自己嘅生活水平已經比父母嗰個年代更加之差。約有4成4嘅受訪者表示，而家正承受不同程度嘅經濟壓力。而大家最關心嘅問題依然係生活成本，其次就係移民人口同埋房屋負擔嘅能力。雖然7月開始，政府已經推出新一輪個人入息稅嘅調整，同埋部分生活成本嘅支援，希望可以減輕家庭嘅負擔。但係仍然有不少嘅市民認為，日常開支，例如租金、電費同埋食品嘅價格，依然係令到生活感到非常之吃力嘅。另一方面，最新消費者信心指數雖然比上個月略有改善，但係整體仍然係偏低，反映咗不少嘅家庭對於未來經濟仍然都係保持一個審慎嘅態度。而呢一項民意嘅調查反映嘅係受訪者當時嘅睇法，並唔代表每一位澳洲居民嘅情況。今日我就用咗50蚊喺 Food Shop 就買咗啲乜嘢呢？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啦。以上嘅價格係拍攝於7月25日，不同地區會有不同嘅價錢。你哋又覺得平定貴呢？你哋住嗰區會唔會又平啲呢？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影片，記得撳 like、訂閱同埋分享。我哋會繼續同大家追蹤最新澳洲更加多嘅新聞。我哋下次再見，拜拜。